將會連任財政司司長嘅曾俊華話：未來幾年經濟會有巨大變局，有信心帶領香港應對。佢話會以應使得使嘅原則作出適當投資，亦都會致力保持樓市平穩發展。呂雪玲報導。特區政府公布新班子，財金官員大多數係之前嘅班底。曾俊華會連任財政司司長，陳家強連任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，蘇錦樑會繼續做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，麥齊光新任發展局局長。另外，張炳良會上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。連任嘅曾俊華話：未來幾年經濟會有巨大變局，本港會面對前所未有嘅挑戰，經濟面臨下行嘅風險，但有信心帶領香港應對。喺財政預算上，佢話會致力做到量入為出、收支平衡，會以應使則使嘅原則，靈活咁運用公共資源，回應社會經濟發展嘅需要，作出適當嘅社會同經濟投資，為未來嘅變化做好準備。佢又表示，市場唔係萬能，會失效，政府會穩定經濟發展並優化土地政策，保持樓市平穩發展。致力保持樓市健康平穩發展，使到市民可以安居樂業。喺善用公共財政、推動經濟發展、改善民生同埋策劃土地房屋嘅工作嗰時，社會將有不同嘅意見。我會以兼容並蓄嘅精神，廣納民意，嚴謹咁考察各項嘅建議，確保施政切合市民嘅需要。張炳良就表示，未來會增建公營房屋，增加興建嘅速度，話香港人應該住好啲、闊大啲同埋安全啲，會積極回應市民嘅需要。另外，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表示，會盡快委任經濟發展委員會成員，以制定短至長期嘅政策。歐寬頻電視記者呂雪玲報導。